國度優先 （Kingdom First），代禱者的眼光。很多人問，為什麼基督徒要為列國禱告？為什麼要關心日本地震、戰爭、災難、宣教情況，甚至世界各地的新聞？答案不是因為我們想參與政治，也不是因為我們支持某一個國家、某一個政黨、某一種意識形態，而是因為我們相信，我們首先祝於神的國，這就是 Ray of Fire 所說的國度優先 Kingdom First。 一、代禱者首先看見人的需要。聖經說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。若是孤身跌倒，沒有別人扶他起來，這人就有禍了。傳道書4章9至10節，這段經文提醒我們，人的生命需要同行。如果一個人跌倒，身邊還有人扶持，他可以重新站起來。但如果一個人孤單跌倒，沒有人看見，沒有人關心，沒有人為他發聲，那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因此，代禱者的角色，就是成為那些孤單者在神面前的聲音。二、為列國禱告，不只是為國家，而是為人民。當我們看見一個國家，我們不能只看政治局勢，不能只看國際競爭，不能只看誰勝誰負。神看見的是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，有家庭的人，有痛苦的人，有盼望的人，有尋求真理的人，有沒有人記得他們的人。所以為列國禱告的核心不是願我的立場勝利，而是願神的旨意成就在這片土地。三、國度優先改變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。世界常常問，你支持哪一方？你站在哪個陣營？你認同哪一個國家？但是基督徒需要先問，基督如何看這件事？神在這個地方有什麼工作？有哪些人需要被看見？教會如何成為祝福？國度優先不代表我們沒有判斷，而是代表所有判斷都放在基督的王權之下。四、代禱者不是旁觀者，而是祭司。彼得前書2章9節曰：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。祭司的職分就是站在人與神之間。代禱者不是站在世界之外批評世界，而是站在神面前為世界守望。當我們為日本禱告，不是因為日本只是一個新聞事件，而是因為那裡有人是神所愛的。當我們為受苦地區禱告，不是因為那裡符合我們的政治觀，而是因為那裡有人需要基督的憐憫。Ray Fire 的代禱方向，國度優先的代禱，不是讓我的國勝過別人的國，而是願神的國降臨，不是讓我的聲音被世界聽見，而是讓神的聲音被世界聽見，不是讓某個陣營勝利，而是願基督在萬民中被高舉。因此 Ray Fire 相信為列國禱告，是因為神愛列國；為孤單者守望，是因為神看見每一個人；為世界發聲，是因為基督的心懷是萬民。國度優先不是逃避世界，相反，正因為我們屬於神的國，所以我們更加關心神所愛的世界。願神的國降臨，願萬民認識耶穌。Ray the Fire of the Lord。